老字号和不同的地方，他们正在中国近代中叶的崛起。这里，思想文化是灵魂。观察馆相声、河边遛弯、天津人马历史做成段子、听听文朗、今后文化和历史传统、民俗庙会的热闹，象征自己的特色，文化的传统，地域的历史。天津的文化就在家长中要多问题，做完传统，从从小是一个早点自己的方法，这是1和2的规划。谢谢。在天津，只有到了海和天，您才能真正让旅行成为生活，因为这里紧贴城市的心脏，让你每一步都能呼吸到天津生活的氧气。海河两岸能人不计其数，每座桥下的才艺特色也不尽相同，它们一起充盈着京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。乐观豁达是天津城市性格，在平凡的岁月里绽放出绚烂的生命之花。船行前方，你看到的路过几处云母，最清楚的风景就是北安桥。北安桥是中国中国三个建京时代变迁，2004年已经开始改造。在这巴黎塞纳河畔盖的山大分水寺建造。桥头雕塑在西洋古典画线形式，吸取了中国传统元素：青龙、白虎、龟兔、玄武。四神兽寓意着东南西北四方平安，更寓意盛世太平，国家繁荣。桥的两端、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石柱，满着地上自然的石头像，飞马正义里还有一个西洋古典气息。各位朋友，来天津旅游，你还得知道一个神仙秘密。还记得那个夹着丸子头喊着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的哪吒吗？这位小英雄和天津可是老铁关系。传说中，他爹李靖镇守的陈塘关，很可能就是在天津的陈塘庄。清代地图上都写着